等等还要吃头鳝，等下我要吃头鳝，头鳝买溜，想看打想看。在啊，陈大我在啊，在啊。羊肉炒面啊，辣啦。跨年要去哪里过？没有，跨年要跟婷婷一起过，好打好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咬，我直接吞下去了。点你鸡掰啦，点中辣，干，要甲我害死哦！干小辣我都唔敢食，搁叫我点中辣。等一下要来去板桥叶家的药炖排骨，知道的打知道。哦，它的卤肉饭很香，很好吃，还有它的米血糕，还有它的面线，哦，真的是一级棒。板桥那个哪里？那个什么路啊？下光雾桥那个什么，就是隔壁有一间银行，大众银行的旁边啊。对啊，他卖到凌晨2点，干。
啊，中山路啦，对啊，忘记了。即马有老啊，记忆较歹啊。哎呀，歹势啊。哎呀。然后吃完再喝一瓶苹果西打，哦，简直是 very good 哦。哦，好辣。这越晚哦，生意越好，要排队哦。不要了，要去吃别家了。干干净净，清洁溜溜。王平平点啥小？哎，线上朋友帮我截图一张好不好？截图好传给我，来。哦，哎，头哥，谢谢，来。哦，谢谢，喂，来去哦。哦，喂喂，哎，哎，要来去板桥了，要来去板桥，板桥吃。哎，我要关播了，要关播了，等一下重开，等下重开，因为我要骑车，我要去板桥，去板桥吃那个头扇，好久没有吃头扇了。啊，走。对啊，骑车去啊，没有下雨。干好久没有吃头扇。
这家的羊肉炒面真的是好吃啊，我真心的推荐，真心的不骗，真的哦，你们记得要来吃，真的。口罩要戴，不用了，口罩那个丢掉了。口罩很多啦，口罩很多。伯木哥，晚上好。哦，以后我吃我不要加辣了哦，我嘴巴受不了。有啦，口罩有啦，口罩一堆啦，哦，口罩一堆啦，医疗的啦，一盒里面有50片啦，很多啦，口罩很多啦，口罩。你们有没有缺口罩的？有打有，没有打没有。我这个是黄色跟紫色的，比较稀有的，哦，比较不好拿得到，哦，外面都是蓝色、绿色、粉红色，我这个是紫色的，哦，紫色的、黄色的、黄色、紫色、红色、黑色，哦，哦，这是要有认识才拿得到啊，不认识拿不到啊。你要紫色哦，啊，你私讯我啊，啊，你要先说你爱我啊，我就给你。你先说你爱我，你说你爱我，你爱伟明啊，我送你一盒。快啊，你要说你爱我啊，哎呀。什么你自己买？啊，吃饱就要喝这个。啊，它在上面哦，在3楼。喝完哦，要关播了。哦，喝完要关播了。谢谢，老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。哦，哎，你们相信我，我可以一口气喝下去吗？哦，这个是有练过，没有练过不要学哦。相信打相信，不相信打不相信哦。不相信打不相信哦。这一瓶哦，这一瓶喝完哦，这一瓶喝完哦。
这瓶哦，喝下去哦。哦，我先来这盖吼，我先来这盖吼，我先这盖。啊，这一瓶打开就没有气了，打开就没有气了。我已经把它消除好了，哦，好，这瓶给它喝下去，哦，一口气喝下去哦，看好。哦，爽，厉害打厉害。哦，厉害打厉害了。厉害打厉害。啊，哎，我要骑车去板桥了，我先关掉了啦。哦，我要去板桥，我先关播了，关播了。这样骑车安全最重要。哦，我要去吃那个土沙贝溜。哦，我要去吃那个，然后配那个配那个卤肉饭，对，还有那个米血糕。对啊，今天太饿了，整天都没吃到东西，饿死了。对，饿死了。对啊，懒觉咧开车啦，开车干你娘啊！等下被警察看到会开单呢，干，卖搞我害哦，鸡掰啊！